所來看到這是台中市刑警大隊掠毒的情形哦，因即馬搶入的這一個嫌犯，伊佇大個所在試毒，而且呢，擱一個包裝毒品啊，所以警方啊對真久啊，今仔日搶入發現無錯，伊大個所在四周圍有槍有槍支，而且佫已經分好的來看，這啥物？這個兇死分彈。警方閘門衝入來房間內，嫌犯擱佇面床頂困甲面擦擦。警察啊！嫌犯困甲一半紅烏起來個面面，警方已經衝入去內底搶，看到一卡粉紅色的便當袋啊，拍開內底攏是混裝好的毒品兒童面紙。嫌犯看走袂去，就開始拍鼻清白。上爸爸死了之後，我沒有吃這個，我就睡不着啊。沒有吃這個睡不着。雖然我都是睡覺的時候吃而已。台中刑警大隊接到民眾的檢舉，一個嫌犯拿家己食毒，擱做搖頭，將徛家當作是毒品的混裝據點，甚至犯了毒品的交易，紅烏食烏，擱偷藏槍。警方佇伊徛家找無槍，判斷嫌犯將槍藏佇北非。果然，佇嫌犯漏出的湯匙內底，找到一支改造槍，甲6粒槍支。於周顯位於台中市西區住處及老家搜索，查扣販毒用手機及依托米紙煙彈175顆、電子煙主機及改造手槍1把。子彈6發等贓證物。查扣的改造槍，送刑事局的檢驗後，確認有殺傷力。嫌犯獲檢方依照販賣毒品加槍炮彈藥的罪嫌起訴。